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的分享，一位墮胎女士被治癒的故事。撰稿人：心理輔導員 Connie Chan。聖經訓道篇第3章第1節裏邊話：事事有時節，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。其實治療都有定時。我喺工作上邊經常接觸到墮胎之後飽受痛苦嘅父母，當中以母親居多。一個新嘅生命由受孕經已開始，胚胎依靠住母親提供嘅養分嚟成長，因此母親同 BB 之間有住直接嘅依附關係。就算母親係自願或者被逼選擇墮胎，對母親嘅心理都有住相當深遠嘅影響。以下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實際嘅例子。一位喺好細個嘅時間已經領咗洗嘅女孩子，喺家庭濃厚嘅信仰氣氛之中成長，性格溫順，而且學業成績優異。女孩嘅父母認為兒女喺信仰之中長大，自自然然會懂得分辨善惡，不會行差踏錯。對於兒女談戀愛、守貞潔呢啲嘅話題，總係覺得難以啟齒，亦都認為兒女喺成長之中自自然然會明白。呢位長得相當漂亮嘅女孩子，長大之後離開咗父母，去到遠處升讀大學。好快佢就結交咗多位男朋友。佢從來都唔懂得點樣去拒絕男朋友對性行為嘅要求，因為冇人話過俾佢聽婚前要守貞潔呢一回事。可悲嘅係，每次發現咗懷孕之後，女孩子都選擇以墮胎嘅方式解決。就係咁樣，佢漸漸忘記咗自己墮胎嘅次數，甚至遠離咗天主。當時嘅佢又認為宗教要守嘅規矩太多啦，以為離開宗教就可以自由快樂地生活。當其時，遠方嘅父母亦都只得慨嘆：女大女世界，佢唔返聖堂，我哋都管唔到啦。然而，遠離咗天主嘅女孩子，佢遇上一次又一次嘅挫折。呢啲事讓佢漸漸醒悟到，佢曾經多次殺死咗自己嘅 BB。佢好想再返去教會。其實喺女孩子心中一直都知道，天上呢位慈父從來都冇離開過佢，只係佢自己選擇咗離開呢一位慈父。重返咗教會之後，女孩子不止一次揾唔同嘅神父辦理修和聖事。可惜佢心裏邊始終認為天父係不會原諒佢嘅。返嚟香港之後，女孩子每一日嘅生活就好似行屍走肉，冇喜樂，有嘅只係悔疚同埋眼淚。佢更加認為自己死去咗嘅 BB 亦都不會原諒佢，甚至判定自己嘅餘生都只能夠喺悲哀之中度過。直到有一天，女孩子偶然見到喺聖堂張貼嘅海報，內容係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舉辦嘅失胎心靈醫治康復靈修營。呢個失胎營嘅目的係協助曾經經歷墮胎、小產同埋失去年幼嬰兒嘅父母，亦都包括曾經使用人工生殖科技生育嘅人士。呢一種科技會丟棄已經受精嘅胚胎。當女孩子見到呢個海報嘅時間，佢好開心，佢覺得我有救啦。就係咁樣，女孩子同我約咗見面。
喺我同佢面談嘅初期，佢經常淚如雨下，非常之自責、懊悔，同埋覺得痛苦無助。作為一個心理輔導員，我一向都不會責備嚟求助嘅人，只係一心協助佢哋走出痛苦嘅陰霾。最重要係引領佢哋同天父修和。每次嚟求助嘅人離開嘅時候，我都可以喺佢哋嘅臉上見到一絲絲嘅盼望同埋笑容。今次都唔例外。呢個女孩子同我傾談過之後，都可以放下多年嘅憂傷。其實我同時亦都係失胎營嘅協進者，同一班義工親眼見證呢個女孩子同埋其他參加者係經歷過3日2夜嘅失胎營之後，徹底咁樣治癒咗埋藏喺心裏邊嘅鬱結。喺失胎營之中，佢哋可以敞開心扉，讓耶穌基督撫慰佢哋嘅傷口，各自經驗咗主耶穌嘅慈愛同埋醫治。若果你想了解失胎心靈醫治康復靈修營多啲，歡迎你打電話到教區婚姻與家庭牧民委員會，電話係25602314 25602314。你可以聯絡關顧生命事工。最後，我謹以箴言第22章第6節作為今次分享嘅總結。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，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。